继续来关心到，有网友表示讲，伊伫咧新北某一个捷运站的自动贩卖机买鸡卵糕，开开就发现内底有一支 Q 毛，随走去店面退货。另外是有民众讲，伊叫意大利面的外送，食到一半煞看到内底竟然有牛仔，打电话甲店家反映，因的态度是真歹，卫生局强调会派人去稽查。 拍开外送餐仔食意大利面，想未到食到一半，竟然发现内底有一只金牛仔。打电话后店头煞态度无好，互消费者气甲伫社群媒体发文。店头回应表示，假实咧因为所在分店是半开放式灶卡，有可能是金牛仔无细致飞入去，已经赶紧装西房啊，上次进前也搁一摆确认。 我点的是奶油口味的意大利面，它加回下面，然后我就对搅拌的时候，然后发现有一只金龟子，很傻眼，然后就觉得很恶心。安装的 SOP， 所以之后在我们出餐制好之后到盖餐，本来是一个人确认，现在加上第二个人做双检。也有一个网友伫新北市一个捷运站的贩卖机买亚尼克的生年卷，转去拍开看到无亲像头毛感觉物件，因为都是假日客户联络袂到，就将鸡卵糕退互附近门市。 它是比较容易会碰撞、会坏掉的，对，所以这种东西我会比较习惯在实体门市，就是看到它现场先包起来。不管大小品牌都有可能会有这个状况，就是可能它在后续出货可能就要多注意。台北市卫生局将派员前往针对人员卫生、食材处理、包装制成、病媒防治及作业场所卫生等进行稽查。 亚尼克公司声明表示，已经主动联络消费者退换货甲补偿处理，也已经全面启动内部调查甲品质、客户流程，各强化落实个人防护，包含挂全打式的帽仔等，加强员工卫生训练，避免同款代志搁发生。台北市卫生局是强调，虽然无接到民众真情，不过依然派人去相关店头来稽查，确保消费者饮食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